来看国内农产品，因为中南部每日较凉冷，地区讲往来品质的口味带有淡薄仔酸气，甚至有必果情形，我都卖到日本等等技术较悬的所在，啊，这要安怎？往来只能转内销，还是到加工市场？技术歹，农又真艰苦。啊，国内往来农已经拄着外销困难啊，又搁风声讲台湾培育上等的这个山往来技术，和中国偷去。农委会表示讲，会调查到底，要维护台湾农友的权益。是手甲往来包装装箱，工人的手是无用试试。清明过了后，当时南部往来大出，也毋过今年受到天气影响，往来品质无好，外销的情形嘛无讲介好，甚至传出有农民因为趁无够成本，总袂采收。较早咱台湾是靠大陆外销，做技术做好啊，上好的时候到一斤要20块的啊，因为你外销少，所以讲大家拢杀对咱内销市场的。英国运到中国往来平均单年会当达到4万吨。自从中国禁止台湾往来进口了后，台湾就密集伫咧找找海外市场。不过今年1月到4月初5为止，往来出口量刚有8076吨，比去年同期减2268吨。减这部分，日本市场就占9%，靠退货往来敢来当转内销，往来销袂出去，绩效嘛对咧大落。程度上还没有说完全往上拉上来大概从4月中开始的啦，那整个气流上应该会属于比较正常的，那品质相对会提升。台湾的往来歹卖，即马佫传出台湾刀一个技术含任着伫咧栽培专利的山往来，啊，规只在线流到中国。中国媒体大标题写海南山往来新上市，内底文章写着由台湾因为来竞争，甚至佫唱秋讲是为家己农气所培育出来。芒果凤梨它的亲本台农19号，那跟芒果凤梨外观也蛮像的，我是觉得说可能还是要去厘清去确认清楚说它那个到底是不是芒果凤梨这样子。到底外来的管道是台湾人炸去的，或者是中国人走私去的？农委会会去调查。也毋过这已经毋是头一摆中国出现敢若台湾品种往来，修法加重处罚进度，买紧追查外来的速度。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